主后2022年8月初3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一切拢是洁净的。圣经提多书第1章第10节到16节，咱做伙来读。因为有真侪毋顺服的人，特别是遐个主张着受割礼的人。因爱讲无路用的话，搁欺骗人。即款人一定着禁止因讲话，因为因为着要贪不义的钱财，用无应该教示的话破坏一寡家庭。因起立着人的一个先知捌安尼讲：起立着人爱讲白贼，是凶恶的野兽，贪食搁贫惰。伊讲的是事实，所以你着严严甲因责备，通互因有健全的信仰。无听趁犹太人无影者的传说，甲背逆真理的人的规例。对清气的人来讲，一切拢清气；毋过对有话甲毋信的人来讲，无一项是清气。因为因的心思甲良知拢是有话，因公开讲捌上帝，却用行为否认伊。因可恶背逆，袂当做什么好事。以上一切拢是洁净的。农历7月是台湾民俗称作鬼月。除了和佛教、道教有渊源，也甲早期移民之间的族群冲突有关系。传统时常常有种权械斗、冤恨对立，造成死伤众多，产生真侪有影公庙、义民庙等祭拜孤魂的庙宇。后来，民间为安抚孤魂和积善德，举办普渡罹难者的大型祭祀。伫历史演变下，渐渐形成几啊月的习俗，最后也产生真侪几啊月的禁忌。譬如讲，毋通暗时哭时仔，毋通踮厝内缀举线，毋通伫阳台披衫，毋通暗暝去佚佗，毋通买厝卖厝等等。对鬼月的由来，通看到台湾人对孤苦无依者的疼心，只不过后来煞演变出真侪互人惊胆的禁忌，实在是和原意相差真远。虽然咱拢爱尊重无共信仰的习俗，毋过基督徒无应该受民间禁忌的影响，惊讲伫农历7月会拄着鬼。虽然基督徒常常讲民间信仰禁忌济，其实基督徒家己也有所谓的禁忌，亲像毋通举香拜拜，毋通食带火也是祭拜过的食物等等。会记得伫细汉的时阵，伫中秋节也是过年时仔，拢会放炮仔。咱往往会摕香来点比较方便。长大后就会踌躇是毋是摕香来点炮仔。对保罗时代的犹太人来讲，因还保有洁净的观念，阁有真侪的禁忌。一旦物件捌着无洁净的物，就绝对袂当食。譬如，猪肉就是明显无洁净的物件。甚至犹太基督徒毋愿意甲外邦基督徒斗阵食饭，也是惊食着摩西律法所规定无洁净的食物，亲像拜过偶像的祭物。总是
就亲像保罗伫批中所讲，对清气的人来讲，一切拢清气；毋过对污秽甲毋信的人来讲，无一项是清气，因为因的心思甲良知拢是污秽。对保罗看，清气的人比清气的物件搁较重要。对伫心思甲良知清气的人，一切拢是清气的。保罗指出，遐会讲因认捌上帝，煞伫行为的所做放任伊的人，是可恶的叛徒，因做袂出什么好代志。犹太人家己讲是清气的，煞否认外邦基督徒是上帝圣洁的子民。保罗认为，遐会讲家己认捌上帝，煞伫所做的代志否认上帝的人，并毋是真正信靠上帝。伊直言爱严厉责备即款人，通互因有健全的信仰。对咱今仔日的基督徒来讲，若是所谓的禁忌，就是爱心中思考怎样互家己用行为来见证上帝是圣洁的，互家己成做心思含良知拢清气的人。日想，伫生活上我有甚物禁忌？这个禁忌和信仰有关系无？伫上帝面前，我是圣洁的人无？伫生活上我有甚物禁忌？这个禁忌和信仰有关无？伫上帝面前，我是圣洁的人无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伫日常生活中，我常常无自觉遵循某一寡禁忌，煞袂记得我应该伫行为上成做圣洁，来见证你是圣洁的神。求你帮助我有健全的信仰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